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要带队去到美国呢，争取到改善对等关系，其中也包括着调整特定项目关税，扩大对美国采购投资。若讲到这谈判进度，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强调会有完善的计划，适当的精算去细节。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讲到，若准确定双方谈判时间甲方式，台湾随时会当和美国谈判。美国宣布对台扣对等关税32%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台湾已经组成谈判小组，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领军，希望谈判会当比照美加密的自由贸易协定，为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讲起。行政团队也强调，拢已经做好准备。在4月3号之前，就已经有相关的代表在美方进行任何的沟通，我们觉得有完善的计划，那么有适当的人选可以去做正面的交涉。只要这个确定谈判的一个时间方式，那我们随时可以跟美国来进行谈判。根据了解，调降关税品项包括汽车加保健食品。另外，扩大采购的部分，国营事业已经完成8点4至10年的采购，包括原油、天然气、工业设备。各项民间了解会当扩大采购互补的项目。那每2年，农业类型采购团、农业顾问团也会伫8、9月去美国采购，也会恢复暂停经过的工业采购团。那谈判牵扯到对外的事务，当然我们以既有的管道做多方的联系。那目前，我们只能说，在跟美国政府要求能够谈判的众多国家当中，台湾当然是其中的一个。北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证实，台湾已经向美国联系谈判。行政院也透过面册指出，除了提出高大面向20项措施，总经费880亿的支持方案，其中工业6大面向甲农业3大面向的资讯传输也已经启动，提供民众无论是资讯咨询、就业支援，还是辅导，让产业甲国民拢会当安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